讲到遮是毋是要暂时休困者？我大家有啥物问题吼？大家小讨论者敢好？好，安尼，即摆来咱请迄落看顶咱的好朋友吼，针对啉清水，咱即摆知影啉清水就是啉水尿张乐吼。伊即摆所讲的吼，看大家有啥物咧来吼甲伊互动的，来请迄落大家出声，举手者安尼。手顶有即本册的人，请举手者，有无？已经有买。也袂有吼，安尼。毋过咱今仔日吼，正好现场安尼甲咱讲吼，咱嘛大家知影讲即本册吼，就是真正是一个真好的精神啦吼，安尼甲伊写出来就是出册过程拢是无简单的吼，尤其是我看张老即本咱伫迄落现场先台遐有发表过啊啦吼，现场张老嘛讲甲足精彩的吼，过来就是讲伊用迄囡仔安尼甲阮现场安尼吼，印伊的物件互阮看安尼啦吼，即安尼我看无通互你看着，我用迄背景就看落啦吼，对，伊即本册啦吼，咱后面嘛足水的吼，主要是讲册皮顶外迄句话，才看着会感动啦吼，听着是伫别人的需要上去看着家己的责任啦，即款的物件就是家己。垃圾安尼共款烧，毋过别人会温暖吼，咱若敢若看册皮甲即个标题啦吼，就是会有真，我家己个人是看着感觉真深的感觉，足清幽安尼，迄海迄云安尼吼，就是自然的安尼啦，是咱请迄落手底有册的人来迄落，搁再描述者，搁再讲者安尼。敢有人看迄落，也是咱无，咱请周勇教授吼，你有书有甲阮写嘛吼，也是你针对你迄落。我想吼，这内底足侪拢是，就是伊的人生的经验用小说的方式甲写出来啦吼。我想可能嘛有真侪朋友会有好奇啦吼，是安怎进入长老呢？会惊对台语文即20几章来呢，一个即摆台语界呢，拢一直冲，一直做足济。虽然可能伫台仔顶无啥人知影，毋过呢，其实做的拢是真济真重要的事工敢若内行的人较会知啦。无像即摆话呢，你若看着 MV 拢伫操蛋啦，讲啥物物件拢未开始，感觉听到是种爱笑啦。迄实在是足合啦拢毋知人以前来拍拼，其实呢，咱台湾人应该知影讲，过去人有做过偌济，咱就共肯定嘛。愈侪人来做，这是好代志嘛。你若讲即个代志甲咱一个人做，尼毋是感觉伤孤单所以呢，我想讲代替咱线顶的朋友问一下即个进入长老啦你是啥物机缘呢？咱会开始了解台语文嘛，将伊做一个工具嘛，翻译真侪拄中呢。我看博士嘛是翻译呢，你是安怎会当翻解遐紧像即本是你的家己写的这是等于小说的自传啦敢若用小说的方式其实就是你的人生的智慧的一个浓缩啦敢会当先请转长老你来讲看嘛，你是安怎啥物机缘之下来了来台语文甲台语当做家己的信用，安尼咧做遮个事工好，多谢。即个我拄则讲着哈佛大学开台语课，李兴华教授来教嘛来阮教会教白时，我安尼开始啦。第一是即个母语touch我的心啦感觉讲你的规个迄个滋味拢无共。以前我要写文章、写作文，拢是我的成绩上歹的就拢写袂出来啦忽然间学了后，要写就拢写会出来过来就是讲李永华教授带安尼世界时阵，我发现讲台语文嘛是弱势团体啦
所以我嘛是伫我的信仰，我感觉讲，伫即个台语文的需要上，看到家己的责任啦。哦，第一个开始创这个书是法的时阵，迄当时因为我就讲，好，以后袂阁用波波波波，以前我拍波波波波，我迄中文的迄个册嘛，早写到几百万字有啦吼。迄个《暮光丛书》，我即本册内底嘛有写哦，《暮光丛书》内底有10本哦，差几百万字。我伫拍迄个字盘，遮英语的字盘，面顶无波波波波，我知影波波波波一堆啦，所以拍着足紧的啦吼。但是迄当时就感觉讲，学着白话字，用着台语了后，规个拢改变，规个拢甲放弃就对啦。所以讲，对李金华教授行，伊嘛是等讲伊台语文界，伊嘛是安尼伫创嘛吼。我感觉对伊嘛得着足济啦吼。互我即个书字法，迄当时有即个，迄当时迄个陈荣辉教授迄个我还未学着，就有即个学习啦吼。学习就是迄个，敢若是洛杉矶苏志明先生开发的嘛吼。但是开发的时阵，伫我的电脑的面顶，一直到迄个 Microsoft 到 Win-Me 的时阵，伊就无法度啊啦，就袂拍伫啊吼。即个 Microsoft 讲实在吼，伊对人类国联合大讲实在，伊嘛趁咱足侪钱的啦吼。伊安尼叫政府足侪政府甲国家伊安尼赔嘛，拢无要紧啦。伊反正伊就想要安尼叫你一定要趁钱，所以伊一直ISO 一直换，换到你写即个假死的人拢对伊袂着嘛。所以咱即个迄个学习就萎靡了后，就无法度拍啊，要安怎？迄当时加在有一个老格格先生，大家毋知影会记哦，伊是 TP 台湾的 Package 开发迄个第一个台湾台语会使拍白话字的，就是为伊开始啦。其实是台湾圣经公会上早啦。即个圣经公会我定来叫骂，就是讲，伊家己用，伊无要摕出来，互即个外面的人用啦吼。即个老格格，伊就开发出来，教育方式开发出来。所以伊个声调标伫 O A O R 标伫对一个面顶吼，迄个老格格的甲圣经公会无共啊。所以迄个陈前准，阮遮有一个陈前准长老，伊红背圣经，白话字圣经叫国民党政府没收去烧掉的时，伊就感觉讲，哎哟，太有即个台语这白话字，伊就开始学啊。学了后，就足爱拍电脑爱拍，但是伊就无物件拍，就落拍圣经嘛。所以伊甲迄个6年久甲把即个圣经拍好。拍好了，讲叫我就讲，迄当时我就学了啊，甲迄个伊迄数字甲改做调好了，摕互圣经公会，叫伊讲上网嘛。以前我伫台语文界吼，定拢会感觉讲，这是长老教会白话字开始的，我拢会讲我是长老教会人吼。即个故事我想我讲互大家知吼。我去参加即个世界台语赢时，有一个人。迄个人叫第四宗啦伊就指我的鼻孔讲你长老教会无效，敢若电视剧无出来拢无效啦我像伊拄即款的人拄人就安尼讲啦有几啊位教我共我叫安尼刺激的我即个人是袂堪你刺激的人你拄刺激，我等于想看卖有影无效无效，所以我就爱拍拼来做大家倒来肯定讲长老教会。电视剧无输了，还有林准也有效啦这就是讲，我甲即个台语文当做家己的活命伫做，所以伫做的时阵就安怎就袂忝啦。是即阵长个时，我感觉才拖到即摆，恁来遮时，无感觉忝啊，因为我就是这就是我的性命，我伫做嘛，安尼毋知有，我讲安尼就安尼有清楚无？真多谢啦我补充一个啦即个
阵啊长咱若对着拄则讲啊，对着这个弱势哈，譬如讲这个目睭无看的盲人啊，这个点字系统啊，伊则嘛有咧开发啦，啊，可惜是讲吼，政府的资源拢干那做华语的点字啦，中国话点字尔啦，啊，台语的就拢顾在去，拢无咧重视啦，啊，另外呢，除了这个盲人的部分吼，佫有一个无讲到配语的部分啦。你若看咱的输入法，嘛有客语哦，啊，毋若安尼哦，进前呢，伊嘛佫有家己开钱出咱即个客语的字典，啊，佫相关的遮的即个部分是毋是？我准啊张老你才会当补充解说一下啦，就是讲，你若看，遮的诚侪客人拢讲啥物咱台语沙文主义，认真讲呢，第四。迄个客语是中国话呢，也毋是台语啊啦，伊报是煞报毋着名义，煞拢徛伫中国话迄边，讲咱啥物你着甲欺负，颠倒你看像顶阵哦张老遮呢，进前一寡所在因着嘛做足侪客语的相关的事工呢，这拢开咱家己的钱呢，客委会嘛拢无甲补助，无甲赞助着的呢，这拢是咱台语人的资源甲盗用的呢，你像讲咱迄个输入法，迄就是啊。咱嘛有甲伊包容伫内底呢，咱的输入法着包容客语的呢。客语因家己敢有要开发？无呢。客家委员一档有40几亿呢，对无？因的钱拢袂分互咱台语嘛，袂分互其他族群的，着因险咧因要用呢。咱若是甲教育部请一下经费，要甲文化部请一下经费，好钱足少，因嘛要分一份呢。伊讲你教育部袂使干互台语尔，你文化部嘛袂使互台语尔。伊嘛要分一份呢，像咱迄个拄则，咱今仔下晡，即个现场的即个新闻发表嘛拄好，有人讲着即个国艺会，即几年呢，因有加增加即个针对母语的即个文学奖呢，结果呢，客家讲伊嘛要一份，原就嘛讲一份，结果呢，拢共才3个名额尔，一个客家，一个原住民，一个台语。这听起来敢若像足公平啦，毋过其实是无公平，是安怎呢？客语用客语来写作就无几篇啦，5期镜头比出来就袂超过5篇啦，原住民嘛袂超过5篇啦，咱用台语写是几百篇的啊，结果拢台讲拢是一个，安哪有公平？缴税金的嘛是台语缴上济啊，结果伊拢讲1比1，拢无影是你讲假公平啦，所以咱想讲。做若张老，你遮是毋是我补充一下？恁进前我会记恁嘛做即个客语的部分你本身嘛搁学客话呢，学甲嘛讲甲写叫呢，按自说，先讲台语点字啦吼，即个点字就是咱教育部确实足无重视咱台语啦，尤其是客语免讲吼。我台语即个部分，就是因为即个双连教会每礼拜拢有走20几个来盲人来做礼拜，所以阮的迄个周报嘛有点字的嘛，就是讲爱甲圣经甲圣诗爱拍点字出来，互因来做礼拜共款，才有法度对迄个方便做礼拜嘛。我一摆转来的时阵，我拢会去甲因坐组的嘛。有一个就来甲我讲，林长老，面顶师会牧师伫讲，拢用讲台语圣经，读台语圣经。阮下骹摸呢是国语的，中华民国语的点字啦。伊讲安尼，感觉足袂爽快啦。我听到这尔，我确实这我的责任啦吼。我就爱开始来做即个网站。以前即个阮拄仔开始做的时阵，有一个5外分的盲人的干事，伊用拍点字的吼，即款的周报，还拢有人来甲报读就边仔有一个人读好听，伊就照安尼拍出来啦。伊着人过身了后，就换一个盲人干事的时阵，煞无人要去甲报读啦，可能嘛是讲，毋知啥物原因啦。伊只好就为
现有的中华民国语的中文圣经的点字登录落来拍嘛。伊讲安尼是足袂爽快啦。啊，我就开始安尼咧创哦。所以讲信奉的即个蔡德明教授，我感觉足甘心的啦。伊足爱台语的，啊，但是伊本身就就是写只创无落来哦。伊高阳囡仔哦，啊，创无落来。啊，但是拄着我的时候，我嘛感谢上帝，就是讲，所以我一生安尼伫行，就是感觉确实上主拢会伫头前哦，敢若一碟光哦，我即本册内底拢坐开始，拄着有一点光，迄点光伫甲我引出啦吼。啊，引出落时阵，即个点字确实用足侪精神的啦。第一就是讲，因用6个点，每来表示各种要姓氏的迄个谱也是词，要中文、台语、客语，拢有伊的定义伫底嘛。用6点安尼的字号，我都甲定义出来。即个布雷尔，即个法国即个盲人，即个发明即个吼，确实对盲人足大的帮衬啦。啊，无以前拢用碰字嘛，所以甘威廉牧师引进来台湾的拢用碰字。你讲屈出的屈哦，你用碰字，迄你碰甲无会晓，毋知要讲几分钟才无会知啊。啊，但是伊用迄个6点，有碰起来无碰起来呢，伊就有法度组合起来哦。这功能是足大的。啊，所以我就迄个招遐盲人去组一个团体，因拢爱来重新定义啦。以前教育部嘛有创台语的点字，啊，但是无，因感觉有足侪无好用的所在，就有哪修改。啊，这修改定义出来，我转去台湾暗时拢去带迄个蔡德明因兜吼，啊暗时吼伊下班了，就两个坐落来，啊伊问我即届来要创啥要做来甲讲咧吼，啊伊一个足好的一个人啦吼，啊伊就讲林长老你忝你去困，啊伊已经知影我要创啥吼，就伊咧创做到半暝安尼，哦是安尼完成起来吼。啊，讲到即个客语哦，客语我是感觉讲，迄嘛是咱的母语之一啦。主要我是南投，伫客人庄大汉的，细汉的时阵，我喺东下楼客人啊。啊，阮妈妈嘛是客人，啊，但是伫阮兜内底是好咯啦吼。敢若我的妈妈甲有一个阿婶，剩的拢是讲好咯，哦。啊，所以伫厝里其实无讲客语的机会，啊，但是出去遐甲囡仔斗阵的时阵，学校，吼，遐客语客家人吼占超80%有啦，吼，迄田庄的有遐吼，迄客人足济，所以我对客语嘛有一个母语的迄个感受啦，吼，啊，我开始即个伫台中教育大学，伊开台语课的时，台语系哦，台语系的时阵。伊的第1年甲第2年的台语电脑叫我去教嘛，迄都是迄个邱善良牧师嘛，伫遐教客语啊，哦，啊，伊的客语是早时8点，哦，啊，我就通去带从我去带到第2的迄个人体房，哦，啊，透早坐火车，哦，从外来台中遐去我去遐读，啊，我读伫上课的时候，我拢甲录影起来，所以。客语信望爱网站，甲台语信望爱网站，拢共款。台语有诶，客语一定有啦，啊无全尔啦。因为客家人真少人要来斗牙手，要来创哦。所以迄个输入法，迄个调符吼，迄个调现调诶调吼，迄拢点毋着位啦吼。啊，迄当时迄个客人，迄个邱善良牧师。伊落去就身体足歹，目睭嘛歹，拢无法度嘛吼。啊，迄个台南新人伊迄个客语教授叫啥物名？迄教阿扁啊客语啊咧客人票即足济迄个，即摆记伫较歹啊，80岁啊。我做过2个月日本人。啊，迄个牧师讲甲我引好，啊，就毋知走去倒位啊，就找我来。啊，所以客语当时。会使讲我凭我的记忆，家己咧创哦。啊，即个
阮迄个教育系内底嘛有客语组，迄个刘敏珍小姐第一届伊客语组第一名，还佫一个迄个即马拢继续去做客语新闻台即马去做老师，乡个名仔想袂出来因落去经营安尼创起来，所以迄个屈善良牧师就带阮去拜访即个客语的作家，迄个李超，去公馆去甲拜校我咧拢录影记录，去甲拜校的时阵，我就讲你3本啥物韩语3部曲伊迄个内底拢是用中文写，干那对话用客语尔啦迄个嘛用汉语的客语我甲你改做汉语的客语好无？伊嘛足欢喜的所以我转去就改啦我主要慰问教授讲，我速度会遐紧，因为我即个人足急性的所以蔡地面伊嘛有急性，伊嘛知影我爱写的，所以我爱的工具伊拢有开发，就华语词汇变台语即马差不多95%拢转会过迄个要转做客语汉罗嘛会使，汉罗再佫转落啦。问题是遮客人足少人来参与啦。迄个字典，我嘛是讲无嘛想办法有啦迄是屈善良牧师，伊将因客语圣经翻译的留落来、定落来思考我甲伊摕互我迄当时差不多2万字尔啦我就甲创上网用的人嘛足济迄维基百科伊嘛有一个客语用标字写的一群人我一个维基百科看讲，哎哟，伊的客语的字典是用新闻来的啦，客语新闻来我惊一跳。落尾我甲迄个负责人迄个负责人台湾囡仔呢，Australia 一个台湾囡仔，伊嘛讲毋知安怎讲去调咧做客语落尾加在阮遮有即个刘敏珍。即客语组遮即甲斗帮忙所以有改进足济啦。无想着讲地位是客语伫维基百科改进足好势时，因一群人反对用标的字啦，所以强迫去做汉语去啦，这是足可惜的过来就是讲客语嘛是足济盲人有点字的我刘敏珍伊的客语话，甲你讲足有钱的伊去请一个叫做啥物？啥物计划？就是讲因要训练因的啥物因的人才计划啦迄30几万呢。迄个刘敏珍去请着因问我要创啥？我讲你来美国来即个盲人的即个机构去学点字你想办法甲客语点字做出来。转来有影创好要去教育部甲伊应讲用中文就好，不要客语的啦最近有一个李文焕老师苗栗的伊去迄个台南教育大学的教育摕到博士啦伊的论文就是客语点字伊是足无简单伊嘛是爱去甲厝管呢去倒下去创出来伊为着要创教育部的客语。即马四海大平安倒遐去建就对啦，逐个人拢买爱，拢爱有即马敢若讲加几下会抢购出来我就甲讲，恁客语嘛无像长老教会安尼，客语圣经用较侪人讲的苗栗阮的四管乡为主来做一个恁客语族群的客语啦甲台语相像，咱台语嘛是泉州人漳州人来台湾，开垦交通发达了后，语言就互通嘛。所以台湾即摆形成的普遍叫的台语，是以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口啦。所以咱教育部，你来看伊迄个书典内底，头前就是较侪人讲的，后壁就是第二个人讲的啦。所以咱的一个族语。一定要用较侪人讲的，一套出来，才有法度。
啊，你迄套出来文字出来时阵，你家己的腔口会使照家己的腔口读。像日本嘛相像，日本的腔口比咱较济啊。啊，但是到尾啊是伊的日本国家的即个推出来的，就是以关东东京腔，吼写出来。啊，其他大阪、靠北也是较南部遮的腔口，你要读的，家己要读，会使照你的腔口读。但是你教育要读册，一定爱一套，安尼你即个族语才会起来啦。吼，所以讲，咱台湾即摆我嘛尽量伫鼓舞大家，尽量用较一个人讲的腔口为写哦。信奉的就照即个步数伫行哦。啊，真侪人汉罗，若感觉讲，安尼用即个原则吼，咱的族语才有可能出头天啦。啊，若无你干那讲我要写我的，我要写你的，吼，迄假是无。你家己要写会使，但是你要互大家用的时阵，上好是用普遍腔吼。啊，讲到即个台语点字啦吼，咱迄个台湾的魏荣教授，迄个做陈什么名？迄个某人，伊嘛读册几名已经毕业啊。迄陈楚文，对啊。啊，伊去读的时阵。迄个咱有迄个一个迄个叫做啥物名，我定下记袂起来。咱咧博士班咧研究点字迄个，哦。蔡英玉。对啊，对啊。啊，伊就甲接触你，叫甲接触了后，伊嘛甲我讲，台中迄个静宜大学嘛有一个客语的学生，哦，蒙人要来读台湾的啦吼。啊，即个教育部咱的法律规定就是一定爱准备点字的迄个教材互因嘛，吼，啊，台中的静宜迄个，伊就迄个啊。
因咧蒙神的中心落去做遮个啦吼。啊，遐我去叫因做台语的时阵，因嘛无爱做啦。吼，因就是拢像北京去，就感觉啊，国语会通就好啊吼。啊，即个台语的还佫较免讲，啊，所以伊做一个互我讲教材安尼会使袂吼？内底就足笑话，照卡伊安怎写？你敢知？照卡，照就是照相的照，啊，卡是咖啡的卡。我讲咧照卡，互做厨房吼，安尼较袂使。我讲安尼绝对袂使啦，你一定要用即个台语的点字啊，吼。啊，结果不了了之啦，迄个学生啊嘛，无够才就无法度读啊。啊，咱的语文教授即个台文的，这足无简单哦，迄个较是天才。哦，我甲伊熟悉了，甲伊你来我是哦，我甲伊通 email 嘛，足奇怪，我拢用白字写互伊哦，啊，伊有法度甲我回答啥物话哦。我嘛感觉你是看有无看无哦，因为即摆咱迄个白字要变做因的点字哦，也无法度啦吼。阮迄个蔡德明也有开发一个，阮即摆有法度用迄个咱白话字的数字调号入去，伊会当甲你转做台语的点字啦。哦，我伫讲，我伫甲因通 email， 即摆拢用点字台语的点字伫甲因通嘛嘿。迄个要有趣味的人哦，伫迄个阮的新闻的网站，我会送互你知影讲对一个吼，你着当去拍落，你着当甲即盲人通批啦。啊，这盲人嘛是。因有当时啊嘛会种较懒死读啊是啥，拢要用听的啦。哦，我讲你会晓听会晓讲，啊袂晓写嘛是文盲啊。甲咱即摆台语共款啊。哦，有个人讲我会晓讲会晓听就好，啊我讲你若袂晓读袂晓写共款是文盲嘛。哦，所以拄着遮真济遮的困难哦，我着个人感觉讲，哦上主有伫骹引带，有足济人拢会来斗家手来完成遮个事工啦。啊，你毋知有？有办意无？你也有了解？好，就是吼，啊，咱迄个梁兄弟提问讲，咱迄双连教会啊，即摆有一个叫做林静怡的敢是有在做迄个客语的盲人点字，你敢有熟悉？你妈教啦？你妈教，哦，就是阿教哦。阿教，伊我老叫啥物静怡啥物话？你妈教，我甲伊足熟个啊。我甲伊足熟，伊拢有教伊甲是我真感谢。伊本来是迄个教盲人行动训练定向训练业拐啊，迄个老师嘛，啊伊嘛真感动啊。啊伊我遮嘛摕足侪资料啊，伊嘛用家己的方法落去创啦吼。啊查讲就是讲，若教育部无要推吼，可能民间敢是一困难啦。啊我是感觉讲因有需要我就做啊。哦你。一个人有需要，我嘛会做啊。哦，这就是讲，大家要有这个精神啦。哦，这是我的信用，我所要行出来哦。所以上帝系伊的迄个推荐文，迄个你若甲读了，伊会讲基督徒有两种啦。哦，一种就是修道院内底个人修院，哦啊，祈祷拢祈祷爱互伊家对家己的利益吼。啊，另外一种讲就是林准了安尼行出来哦，实践出来啦，哦，所以讲我拄则讲迄个片仔哦，对我印象真大，就是讲你有行动，还有祈祷，安尼才是真正。你讲要对耶稣的脚步，干那倒讲，你实在无去做的得去灵嘛？你的信仰得去，甲国家摆在就压香对拜尔，无互社会得着啥诶？哦，啊，耶稣伊。安尼，伊伫为着传福音叫人得受记，伊嘛是为着遮个目的，为着救咱人类的心灵啦。哦，咱迄个李登辉前总统做总统的时候，伫讲要拯救台湾人的心灵哦。迄个运动我嘛有甲伊参与吼，确实有需要。啊，若无咱会直争论，叫人骗甲毋知影，干人要讲伊的话，啊要写伊的字，当然食你扣扣啊，吼。好，多谢。真多谢哈，我嘛补充几点啦哈。啊，若是有朋友有问题，啊随时会当举手哦，哈。
梁光兄，来，无梁光兄先讲吼来。我第一遍吼，做年仔你敢知毋知影啦吼？我即摆伫遮讲一个，我一个代志互你参考啦吼。我其实吼，我足早就捌你，你敢知影？你毋捌我？我你的名吼是为即个教会公报来啦。啊，你迄当时你无咧做台文，你主要拢咧做即个盲人的事工，啊，你做人仔投入。啊，我不时会伫教会公报啊看到林俊良长了即个人。啊，迄当时我就互我感觉，哦，即个人吼，做诶事工，互我足尔啊钦佩啦，吼。啊，想袂到你搁落来，哇，你搁来做台文，哦，我愈较钦佩吼。啊，我是咧想讲吼，你做这台文诶事工吼，咱迄个耶稣讲，伊好足侪青眉诶人嘛，吼。啊，我是咧想讲，这是敢是干那咧讲？肉体上的青梅会需要能量，啊是讲耶稣吼，伊咧医好的是医好迄当时的人的遐青梅牛就对啦，吼，心灵上的青梅吼，社会文化的青梅，啊，迄当时的即个，甚至包括迄个指导的遐个即个法利赛人文书。伊嘛是灵性上的青梅，吼，伊看袂到耶稣是即个弥赛亚即个真理啦，吼，即个事实啦，吼。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哦，你按即个迄个上早期吼，啊，你关心盲人，一般就是真正是肉体上看无的人，啊，到尾啊，你搁刷来台湾即块。啊，实是咱台湾足侪青梅牛啊！哎啊！我是用安尼拄仔听你咧讲的时阵，我甲你安尼用去想着啦吼。我用安尼来甲你连接吼。毋知我安尼想吼，足正确啦，吼。伊四福音书内底讲的迄个青梅，迄是肉体的人。啊，其实规本圣经上主所有的话，拢是医治咱心灵的青梅啦。吼，你知影我意思？这规本圣经就是拢是，吼。啊，讲到即个，你伫公报社看到遐个文章哦，我着拄则有讲，我写作文拢足缓慢的啦吼。啊，阮诶，迄是为着要报道即个盲人的事工，勉强写吼，啊去投稿。啊，尾啊，加在有拄着一个周英勇老师，吼，伊嘛关心盲人，伊就是格马兰之光单五福传奇的作者嘛。啊，阮白白安尼熟悉，伊拢替我改啊，吼，啊，大概拢改到万江红吼。我足感谢，就是讲，我有需要在上主就安排有人来甲我斗加手，这是我所有我信仰内底。一直肯定的，就是讲上主的引带带领，甲是我足重要。啊，所以我投稿去的时阵，伊安怎歹文，我安怎文安怎歹，伊拢有登。所以迄当时的总编辑是罗俊义牧师，叫做有名罗俊义牧师。伊来阮波士顿的时阵，来阮请伊来做报道会，我拄着这个，我就安排我去带伊去迄个伊拢安排。每届无共款人去，无共款所在。哦，来波士顿若人客，我拢会带去迄个 Henry Shaw， 就是湖滨散记 Warden Park。维文教授去，我嘛带你去嘛吼。哦，去迄个所在，啊，我就带伊去设一燃料。吼，啊，迄个罗水，我就问罗水牧师讲，我迄文章写文笔遐歹，你来逐篇怎看啊？伊甲我应一句讲，全世界都敢若你伫写关心盲人个代志，吼，迄当时较是有影吼。啊，要推动即个事工，我想讲双连教会推动啊足成功，要去推动别间教会，我无简单嘞，推动袂起来。无像我即款个人吼，甘愿安尼做吼，爱拄着即款个人，才有可能讲做起来啦。到遮为止嘛是讲双连教会做啊上成功。啊，因一般啦，教会事工嘛是讲负责人嘛走去，也是安怎退休，就总爱停去啦。我足感谢上帝讲，
上年到的到阵是啊，几年啊，要继续一直伫成长。啊，因咧西罗啊，手头无聊，就是四界去学校去教学，去见证，去拯救迄人的心灵啊。因捌一届去迄个教学，见证了后，迄教学一人写要来，而且来上年教会，无是就伊毋捌我嘛，写啊因转互我一个看。伊讲伊叫伊感动甲，就啊规个人拢变好起来，啊像咧得到特赦啦，无伊本来迄无基督徒咧，伊特赦出来咧。我看哇，这较像影，即个力量足大啦！我感觉讲，这我会安尼请律师去做，着种真正即帮人哦，拢有大家拢会迄个咧，同齐来做上主的工。你上主，人讲上帝。伊要计划对人类安怎，一定爱人类来搭把手来做啦。伊毋是讲伊讲过来，结果尾你无咱这回应信徒无来做，根本伊上帝嘛我来完成啊。所以我就凭着这安尼心，我迄个努力继续搁去写啦吼。啊，讲起来，我的第二本已经出来哦，有教授有看到，讲会使做教材吼，我拢会写底篇的啦吼。啊，底边下起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吼，我希望我来会有钱好出版啦吼，出版无钱吼，我即本用185000块，你敢知？18啊，互我500本啦吼，啊，所以讲台湾出版较是毋是遐好啦吼，希望顶讲会愈济人会愈感动的人，即讲。伫台文的出版商会当支持的吼，所以我一直伫安尼伫推广伫讲互听啦吼，啊尽量我想上主会有足好的方法伫引带去带了吼，伫我有生之年还佫会使做一寡代志安尼啦，好。这个对了，你拄则吼讲到这个罗俊义牧师啦，啊，这有人互我想到。讲即个罗牧师真正行捌会啦，好个物件伊拢知影。哦，你讲伊是你安尼用中文写，啊你感觉文笔无好，伊嘛甲你看。啊我吼，可能毋知暗暝的时间差不多会款，我有后去报教的广播社采访伊啊。我本来嘛还没无熟悉啊，啊我就是咧甲伊讲台湾通信来讲，好安尼来吼，你台湾通信的迄个官邸的稿吼。你安尼排版好势好，你摕来，啊伊逐期吼，拢啊印甲伫即个台湾通迄个教育广播社寄，连续介绍要甲1、2档的款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罗俊义牧师，即个算是真捌会，啊真无简单，啊到一直到即马，伊嘛不时啊有用台语咧讲一寡即个圣经吼。最近介是咧讲创世纪，我感觉。伊对圣经的这个论点吼，啊实在是含咱的台湾的社会啊，足人啊有迄个密切的关系啦吼。啊，拄则我咧问迄个问题吼，我是我本来就一直咧想讲，奇怪啊，较会耶稣迄个时代较会青眉的人，较会特别济，较不时讲咧伊个青眉的遐啦吼。我是咧想讲，检猜吼，即个耶稣咧讲迄阵的青眉吼，当然可能是。有啦，确实是有医好即个肉体上的青霉吼。啊，毋过我是会感觉讲，即个书法吟书内面咧讲的遮吼，较侪是咧讲的即个心灵上、啊灵性上，啊甚至讲伫即个伫殖民社会啊、犹太社会遐人遐个青霉有啦。吼啊，我就无私心，我想讲，我安尼讲敢会乌白想啦吼。啊，我就真正。我就写一段啦吼，我来写讲吼，讲台语吼，讲这毋捌字的人是青眉牛啦吼。我来问 AI 就对啦吼，我是安尼写。我咱台语吼，讲这毋捌字的人是青眉牛啦吼。啊，耶稣迄个时代吼，啊，伫殖民犹太迄个殖民社会吼，啊，耶稣咧讲的医好青眉人，敢是敢若单伫讲？医好肉体上人的青霉啦，伊卜出来哟，伊就跟你讲诶，伊就讲毋是啦，这对无毋对，这是即个耶稣迄阵啊医好肉体上的青霉。
毋过足侪即个所在伊个论点是咧讲即个如何去当时社会伫即个灵性上、文化上、精神上的青梅啦吼。我阁袂先，我甲问诶，无你敢会当引用一寡圣经节出来啦吼？当然伊引用诶就是几啊位啦吼。我讲一个较大家较熟诶，就是讲迄个路加福音4章18节，伫迄个论讲啥物是福音嘛吼。耶稣迄段讲足清楚啊，伊就是讲吼，迄个主诶灵伫安过伫我诶心中吼，伊要讲好消息吼，或者个善良人吼，要互即个啥物款，互受掠会得到讨办吼，互青梅得到看见吼，是互压济人安尼会当得到安尼讨办安尼吼。所以这是真明显吼，真明显。所以我是会感觉讲你迄个即马即个朱寮长了，你咧讲的即个关心青梅人即个代志吼，佮刷落来，你佮来做台文即块吼，确实实在是要搁较宽啦，要搁较宽。哦，你台湾人青梅有太济。教会讲报社，迄个罗仲义牧师，伊出来了有出足一册嘛。伊遐个册，伊嘛知影我有迄个工具好华语，伊拢用华语写啦。伊叫伊写台语嘛无法度啦吼，华语写出足济，伊拢摕互我，叫我来改做台语。所以信望的网站，阮落尾有将台文圣经创一个网站叫 CTV， 你本来台语改做 CTV Common Taiwanese Bible.fs.net， 你入去内底，足济，反正伫台语巴结个圣经的后壁有一个读经，迄是会当听有声的啦吼。一个阮的活托，就是罗俊义牧师伊的阮的讲解啦，解经啦，吼。所以恁甲试看觅。罗俊义牧师伊的解经，伫信华的网站面顶拢有啦，哦，因为有真侪人知影拢会去利用哦，所以即个伊了后换即个张立夫牧师做社长，伊嘛足爱台语的。咱即个第一本白话字翻译的册叫《平民的基督传》。1930年代，迄个世界拢伫流行，甲四福音书拢写耶稣的传记，甲合作一本叫做《耶稣传》。吼，即个册，迄个巴结勒伊找到一本上畅销的，伊就叫台南市人伊的高德章教授，叫伊甲翻做台语啦。迄当时伊的台语敢若会晓白话字，袂晓汉字啦，吼。所以伊的平民基督传是用迄个白话字写的吼，当然迄是高雄腔啦，哦，真诶也骨架咯，才会听多咯才，你就知影是高雄腔诶吼。迄个我摕到迄本了后，迄本册哦，伊翻译了后，伊过身诶时有互因囝一本。哦，伊敢若5个囝的款啦，因某一本啦，因某过身的时阵，就交互大囝嘛。迄个大囝叫做高啥物伫 Houston， 高啥物我才记袂记哦。你叫我带我去波士顿去参加因咧聚会时阵，迄个高德章因遮高啥物袂晓，我爱搁查哦，伊。将因老母留落来迄本《平民基督传》台语第一本世界译本的册，交互你听我，讲这送你，照路用啦，吼，别人无路用，去送伊嘛收起来吼，迄是拄着我较摕来，我讲拜托迄个阮的大家长牧师甲拍去哦，拍了后，我就知影白话字拄仔开始，当时迄个。陈流宇教授嘛，伫迄个
龙江遐嘛，你个台湾通讯嘛拢要汉罗啊，所以我拢从伊标语要改汉罗啦。以前汉罗改汉罗无艰苦，就拢全部取代啊，去甲创。啊，创出来时，我一直看讲1932年教会公报出版的啊，我就去找迄张立夫牧师，我第一届去甲见面，我就讲，即本哦，你看卖看是毋是我有创汉罗版迄个出版？伊一看着欢喜啊，哦哟，伊要咧出版，所以咧平民基督团汉罗版有出版出来，吼、啊，即马伫迄个大家纪念馆内底拢有放迄本啦。啊了后，迄当时我嘛有将红会圣经，但其实魔术嘛拍出来嘛，啊我嘛改做汉罗嘛，我红会圣经嘛有汉罗版，伊看着台语拢喜爱啦，哦哟，我真欢喜着伊啊。啊，结果伊嘛有出啊，啊嘛有再版的，有人买啊，有人再版。即本红会圣经是干那这有继续出来，无剩诶拢无去啊。哦，当然即摆迄个天主教要继续对用啦。哦，啊所以讲即个教会公布，我是感觉讲大家小可鼓励。哦，即摆社长也是啊，拢甲鼓励啊。我迄个赖英雄长老讲即摆。迄个马街来台湾150周年纪念，好，甲遐物件创出来啊！阮就创英文版甲迄个台语版、汉罗版对照，伊就出来。啊，落尾感觉讲，迄个赖英雄长老吼，伊一直咧遵守讲咱迄个海份爱摕掉啦吼。伊讲迄字根本就无路用诶，所以伊佫创一个迄个台湾语版，啊甲英文版，即马第8版啊，无偌久会出版啦。所以因嘛是，你若有物件互伊，因嘛拢会爱出啦，吼。啊，阮遮迄个这出版了后，嘛会出版阮迄个专门台语圣经的update版本。别个咧圣经是0.0版咯，啊，人中文圣经一定5.8版啦吼。因为迄个抄本一直出来，圣经学家的解说一直改进嘛，一直有咧进步啦，吼。啊，英文版嘛直直进步啊。啊，就是干那台湾版无进步。啊，阮即马迄当时就是讲，迄个肖像牧师还伫地巡，伊真拍拼，拢去找牧师咯啥来斗骹手，结果牧师拢无人要来抄啦吼。啊，当要安怎要创要安怎？啊，我有一摆伫迄个北美界拄着叶约翰牧师，伊是台湾人，伊圣经新约圣经伫美国算不止啊权威的人啊。哦，啊伊嘛伊讲去啊，请来演讲，我拄着伊。我去甲伊讲的时，伊讲我专门来去说，我无想到讲伊嘛足关心即本即个经啦吼，伊嘛有伫注意啦。啊，这我就甲讲我有即个情形，叫要update，啊无法度啦吼，啊找无牧师来斗骹手。伊讲即摆英文版遐尔济啊，你找英文版会晓英文的啊，你读咧，啊一个比较咧，人是安怎update，你就照安尼update就好啊。阮有影照安尼来做，阮遮有几位英文较好诶哦，只要你甲规个改讲。啊，大长老讲啊，安尼会使啊，会使出版啊。阮已经交会公布，希望马街在台湾的出版了，明年会当出版啦吼。多谢。好，安尼咱来听现场的朋友吼，咱拄则咱听立文长老啊，周教授拢有对迄个最后长老的。一寡吼小解啦，啊，甲伊家己本人安尼讲甲照应的嘛吼，毋知影大家有人要来回应交流一下无？安尼。来，有无？若有，咱就互大家优先先讲啦吼，啊，若无我就过来继续补充啦吼。有无？来，咱线顶的友志，大家来优先互大家有无？来，若是要。无要紧，看先啦吼。啊，我也过来。针对拄则最后长老的内容吼，我分几点来补充啦吼。第一点就是有关客家的问题吼，这嘛是吼，我的重点就是吼，咱爱有意识积极去个，就是莫阁用我学个物河洛沙文主义啦。啊，个吼，咱毋是甲点拢莫讲就好啊，咱是爱反击啦。我即马是爱主张反击啦。吼，因为咱若无反击，咱拢用大标签啦。人讲下到第四囝啦，明明咱都也无咧排斥伊客家，
啊，煞单互打一个标签，讲咱啥物河洛沙文主义吼。认真讲呢，我即摆颠倒是要讲，即摆的客委会是客家沙文主义啦，客家沙文主义。为虾米咱会讲是客家沙文主义呢？你若看伊的客家，伊有客家基本法，啊，伫客家基本法内底呢，伊讲你若各县市乡镇啦你若有1/3，有1/3的人口，安尼呢，你就是客语是个重点的砖头啦。只要1/3的人口伊客语就爱成做通行的语言之一啦。啊，你若是伊有一半就一定爱变做通行语啦。好啦，咱若徛一个公平，倒变过来，台语是毋是嘛爱通适应？若安尼照讲，台语只要1/3的台语，你嘛是爱台语嘛是通行语之一啦。若有一半以上台语嘛是爱主要通行语啊。请问，客委会家己嘛调查你像咱台南市台南县市根本就毋是客家的重点区啦，无1/3啦，客人伫遮占无几个呢。但是，因要求台南市政府爱有客家委员会，所以台南市有客家委员会呢。台南市嘛有客家文物馆呢。但是咱甲20几冬前，我甲吴义贤老师，阮伫教育局台南市，阮就甲主任讲，你若台语委员会到今拢无成立呢，无啥物有选，无啥物专门的呢。阮嘛包括咱台南陈正雄即个台文笔会的前会长，阮一定嘛拢讲，无咱台南嘛有一个台语的文学馆，到即嘛拢无呢。咱要要求一个台语的相关的机构场地拢无呢，结果伊有客家文物馆客家文物馆台南市的客家文物馆咧创啥？咧饲蠓呢？咱台语的拢无无场地所以我毋才讲今年我甲我带20几栋迄间厝摕出来做台湾文学馆，就是安尼咱甲诉求讲你台语足侪人无需要，结果你知全台湾客家的文物馆文化园区有2个是全国性的啦，迄占地10几公顷的，足大的呢，要求大呢，有2间即个一个伫北部，一个南部，过来差不多逐个县市拢有客家文物馆、客家文化园区啦，差不多逐个县市拢有啦。咱台语有无？无，敢若中华周清玉县长伊这私人。伊借一个场地办迄个中华的台语文园区尔，私人的啦。剩呢全台湾拢无半个公立的，有影响无？有影响咱即摆解说员拢客家咧解说因钱足济，因呢种连譬如讲因大学内底有客家学院、中央大学有客家学院，交通大学有客家学院，因钱足济会当鼓励的研究生。硬就人拢变去客家的，你像讲啥物客家花布，迄嘛根本就无影迄客家迄是较早迄一个纺织公司人做，而且迄个时代不只是台湾，规个亚洲拢做迄种大红花的迄种的布料的花色，结果伊就硬甲你讲迄是客家花布，逐项拢变客家的，这拢违反事实包括一个客家花布，迄即个。进前的即个客家委员会杨长泽伊家己佫作晓摆讲，迄就是伊 idea 伊用出来，你这硬甲迄全台湾人的共同的特色变做是你客家，你这就是客家沙文主义结果人来讲咧牵拖讲咱河洛沙文主义，所以像这咱嘛是爱有意识，该反击咱嘛来反击，无咱会用下到的第四囝白步年甲学，无影的代志煞拢咧牵拖咱。所以这是第一点咱来做一个补充过来第2点呢，这个拄则有讲到迄个方言的部分啦，确实啦拄则怎长老讲迄件道理，就是讲每一个语言拢有方言差，越南话嘛有呢，越南话的方言差比咱台语的方言差较大呢，但是伊咧做教育、咧做推动的时，伊嘛是爱有一个共同的。规范啦，当然咱迄种毋是讲你着，甲你的方言一直甲抬落去，毋是，
咱是一个较温和的一个做法。啊，若无领像即摆吼，客家表面上听起来最好听啦，伊个四海大平安五大方言啦，啊原住民42种的方言啦，伊的预算迄就是啥物抢经费的，伊就甲你升42，啊客家就甲你预算甲你升5倍，啊迄个消耗预算的啊，啊结果呢有达成啥物效果无？无啊，迄是消耗预算的，啊就大家做伙死啊，啊所以呢。咱台语嘛是共款吼，就是咱即马有一个所谓优势腔，较主流的，就以台南高雄遮为主，伊即优势腔，咱尽量就是以即个为主，啊，特别是书写的部分啦，有一个书写的一个标准，其实咱即马嘛拢有啊啦，其实咱即马经过北纬百万档的即个发展，其实嘛有大形成，所以呢，颠倒是教育部吼，伊即摆咧行翻头路。讲你甲你强调这是漳州腔、泉州腔，台湾真无简单，就行出一个台湾腔出来。这伫语言学界嘛拢有共识，咱这就是台湾腔啊。搁你甲你翻头讲，你甲伊追溯去甲中国漳州、泉州，陆个属个，迄是害死台语啦，毋通中计啦。搁来，即个最近台湾文学馆无有即个有一个。台湾文学的金典奖啦，今年呢嘛加好势呢，颁一个100万的大奖新台票100万，讲互一个台语文学的作家啦。迄个作家林某某啦，毋是林准玉啊，是另外一个林某某啦，咱毋免替拍知名度啦，因为讲出来，逐个咱在座也无人捌伊啦，因为伊都从来无咧写台语的啦，伊较早伊是中文的作家啦，南洋的中文的作家啦。伊就学白甲你斗，甲你一寡台语，因为伊就拢无咧写，迄个顶个会使讲，伊就学白斗一寡伊感觉对的譬如讲佚佗，就安怎斗，啥物话字呢？伊就敢若咧斗，迄就敢若袂输以前，包括我细汉想要写台语，就袂啥会晓写台语，就凊彩学白摕字来斗，叫做评审甲你讲，安是啊，结果呢，100万的奖互伊啦。我讲迄就敢若袂输，你伫咧小学生，伊拄咧读中文宝宝么拄学咧学汉字有当时学白写斗毋对，你敢会讲你这写做好来颁一个中文的大奖互你？无可能嘛，中文伊无可能安尼嘛。中文的伊咱教育规矩，若台语咧凊彩，迄要抢解说权，要侮辱咱台语界咧。我去甲查即个评审有7位啦。无半个是台语的专长的人啦，无半个是咧写台语的啦，有7个内底有5个，若毋是联合文学就联合报系统的啦，无就是中国时报系统的啦，迄就占5个。你嘛知影，联合报系统、中国时报系统是啥物款的，对无？5个，你7个内底7分之5，你就稳赢嘛，你就决定要即个。第一名要互送特别奖，要互送，伊就拢知影嘛。他就个评，迄评是一个做表面的尔嘛，假的民主嘛。所以伊咧决定遐个评审，你就知影讲伊这是要创啥。然后，迄5个评审甲迄个得奖者都拢互相有关系的，拢讲歹了同国的嘛。因就是安尼，作假的呢，要摕解说权，意思讲咱台语就爱像咧学白用啦，包括作者伊家己嘛，佮好意思讲咧，伊讲我这写，我后一届写无一定用即字啦，伊就甲你咧学白斗啊，这咱嘛知影，拄开始你学台语的时阵，确实就是安尼啊，校阿母会写就无共字啊，迄就是无标准化嘛，甲解说讲这做 idea 呢，我讲若伊迄种级数会当得即个台湾文学金典奖，安尼我嘛要提名林准玉长老伊这嘛爱来摕，伊这若100万、200万，互伊嘛无过分啊，真正诶，你看到糟蹋人无？所以我讲这中华民国外来政权，毋好伤过相信啊，真正毋好伤过相信，伊还是要靠咱家己民间诶力量，咱发挥这个草根诶力量，这较真重要这是针对最近网络 FB 嘛，大家真侪拢咧。评论咧做批评啦我就先补充到这。来毋知咱在座线上
即个台语文的优质，有其他的问题，还是有想法要过来分享有无？迄个魏教授，我敢会当甲你请教讲，即个最近吼入面册也有一个迄个啥物台语政策的人名，迄是啥物款？你敢会当说明一下？哦，你讲迄个要用台语语言会，你用台语语言会迄嘛吼？迄项迄个较早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迄个敢有共款的线路？迄是迄个以师大为主啦，台北师大为主遐的一寡团体所发起啦，当然对着即个主张要有台语的委员会，我想这是支持。这其实嘛，足侪人拢有咧讲啦。20几年前阿扁总统伊执政的时候，迄当时其实就拢有人伫运作有咧用拄则咧讲的，迄是以师大台文系遐为主，搁北部。一寡团体，包括李光启基金会，搁一寡遮团体，最近就搁有发起，即部分呢，我有听讲即个咱台湾教授协会，因为我本身嘛台教会的会员前几个月也有去拜访即个大总统，嘛有甲讲起着即个台语委员会的代志，大总统嘛有正面的回应啦，伊有讲会当安排时间去。甲即个总统府的即个秘书长，甲遐谈看细节安怎所以伊是有正面的一个回应，包含即个大总统伊的即个总统的政见内底嘛有一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伊嘛有讲伊要成立这，这后来阮嘛有台湾南社嘛有去拜访即个行政院的副院长，就是即个郑丽君副院长嘛有讲起着即个中心，伊嘛是正面因讲伊嘛是要来规划当然，这会当顺利成立无？因为即摆国会无过半会有一寡困难，但是呢，咱若是真正要做，着筹备处得咱先创嘛，先要甲筹备嘛，等甲你即个国会结构若有改变的时阵，才甲正式成立所以即部分咱若民间有继续互压力，我想是大总统才是正面的一个态度啦，咱来争取。我的见解是讲这个机构包括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也是讲台语委员会，若要成立，千万伊的地点毋通囥伫台北，若囥伫台北就搁乌有伊你囥伫天龙国，囥伫无咧讲台语的，囥伫中国人的所在，你的场地的优势完全拢无，就甲咧拍野球共款，你若场地优势完全无，你就拢乌有伊我建议上是囥台南，无囥高雄嘛好，台南高雄，就是台语委员会，搁来包括即个国家语言发展中心，一定爱囥南部。有的人讲这较有可能呢，中央一定囥台北有有可能你像讲海洋委员会，伊就囥伫高雄即摆是关闭林做主委嘛。伊海洋委员会就囥伫高雄高雄海洋的一个城市嘛，所以呢，咱台语委员会，咱即马爱主张爱囥南部，看是台南、高雄拢会使，绝对毋通搁囥台北，因为迄有地缘的关系。你若囥台北，伊请全部拢台北人，拢中国人，你伊迄政策，伊拢条款甲你做倒饼的，伊明知安怎做较好，伊就袂瘾安尼做，伊条甲你创倒饼的，就亲像咱即摆，比如讲，即个公司，你若要看公司公司内底有迄个，譬如讲花市，伊是公司的，你看花市，伊报的内容，敢若就是土匪咧，敢若拢是中国人，敢若就是中国共产党富裕形式的，拢咧讲，拢咧替中国讲话拢咧骂咱台湾的这是用咱遮济人公司、公共电视的经费呢，咧饲假的人呢，所以你若是即个新成立的机构，若囥伫台北，拢乌有伊。若无效果，颠倒是败害，伊就会像安尼，像迄个台湾文学金典奖共款，伊条工就囥互人赢，迄条奖然后讲，迄种会开始模范，逐个来对伊赢，叫做台语愈惨。咱若无资源，顶个互伊带歹教歹囡仔大细，所以这是我的见解，就是讲，千万毋通搁囥台北你若像公司台语台你即摆囥台北就是产生足侪问题嘛。公司台语台语用的人，
敢若几个遐申请，出来嘛是拢公司花市遐人来啊，足济背后拢拿尔思想的啊，伊来咧控制台语台啊，哦。讲到迄个台语员的即个代志啊，吼，我是讲，这敢是已经有法源啊？迄个咱就是有国家语言发展法，内底讲啊足清楚，中央爱有设即个语言发展中心，伫各地各县市嘛爱有即个语言发展中心，迄嘛免阁经过立法院啊，迄个已经有法律啦，就是讲即种党有要做无要做的代志啊。所以即摆时仔阁去舞一个，讲阁要求一个台语迄个啥物委员会，爱阁经过立法院，即摆就袂通的啊。所以即摆是讲你转去国家语言发展法，要求即摆即种党，你较早无做，嘛已经有法律啦，落去落实就好啊。安尼毋是较直接。哦，伊迄是你若机构吼。中央的机构呢，你若袂伊遐条文，拢着爱搁立法院咧审查，伫你个组织办法遐个，遐基本的遐个法规啦，你组织办法迄拢爱搁立法院咧审查，所以就讲，基本上当然要做，就是爱积极去用啊，即摆因为你国会若无过半，你到时吼，伊条文嘛无爱互你过啊，你虽然行政可能会当摕遐法规摕遐个草案出来，但是到行政到迄个立法院可能甲伊动起来，无互你过啊。但是至少会使，就是讲即个筹备处啦，筹备处会当爱先用啊。这进前我落去拜访就是副院长伊嘛有现实啊，伊嘛有讲万一若是安怎，伊着筹备处先创啊。但是当然，因为即摆咱嘛知影即摆除了国会之外，搁阿强的即个威胁。真大嘛，国际局势当然，徛伫总统的角度，伊可能这毋是伊上要伊的、上关心的、优先处理的一部分啦。可能伊有其他的国安议题，还是其他的议题爱优先处理，这咱是会当体谅啦。但总是呢，就是讲这部分确实爱积极来做。若无咱真正下到第四囝啦。咱即摆客家原住民，毋若因诶，新住民都比咱较侪资源啦，真正。台南嘛有新住民中心呢，我有熟悉过来越南朋友，伊拢遐做委员呢，因经费拢比咱较济呢，比咱较受重视呢，你知无？咱着合新住民较不如啊，真正诶。所以即摆即个就是讲，已经有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毋过伊施行细节的部分，爱搁经过国会来通过安尼。是毋是安尼？所以即个台语委员会是根据即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来咧成立的，敢是安尼？因为伊迄个国家语言发展法，伊敢讲有中央的机构尔嘛，嘛无明确讲到底是要啥物物件啦，迄是一个精神尔嘛。当然，咱会当讲这台语委员会是合理的啊。着看即种只伊要用无，但你要用即个，譬如讲你是3级的机构还是4级的机构，你要3级的机构，你迄个组织办法你也有出来，嘛爱送立法院对审嘛，所以像进前即个国立台湾文学馆伊上早嘛是要用3级的，但是呢，就是迄当时国民党硬无爱互过，尾伊煞讨遐煞用4级的啦。4级就搁降一级啦，就较无遐悬的赞助啦。因为伊着国民党甲动嘛，尾迄当时就讨遐，尾就变一个4级的。所以国立台湾文学馆伊本来名是要叫做国家台湾文学馆啦。伊若叫国家台湾文学馆，就搁悬一级啊。但是迄当时就舞足久拢舞袂过嘛，尾才讨遐讲好啦，无就是国立台湾文降一级安尼啦。国民党定然无互你过啊。后来我伫迄个 Facebook 有讲，今仔日若有请了有感动的人要写一寡你感动的话我要送即个电子册啦你着寄来互我我头3名我会送伊这电子册，我互你一个密码你就当读电子册
无一定爱买这纸本啦吼。我换较建议讲，大家读电子册，因为印这个1000本，毋知要凑几张手啊啦吼。啊，所以以后尽量大家来用这电子册，后伫成品网络的，啊，甲有一个叫做啥物啥物，伫咧专门伫卖迄个线顶咧卖册，过来啦，啊，不客啦，过来啦，面顶嘛是共款，你会当选迄个电子册哦，较俗啦，电子册比纸本较俗啦吼。希望咱为着环保吼，啊尽量用电子册，啊希望今仔日听到的遮个人吼，啊会当写出你小可你的感动的所在。廖光兄，你有买啊？你敢若还无即本册吼？我送你电子册啦。哦，啊，你较简单，感谢。哦，所以啊，你啊，请问长老伊即马咱咧写的遮个人要寄去倒位啊？你有一个连接头互伊写无？你 Facebook 也是捌我的人，若毋捌的时阵，林俊玉@email.com，林俊玉吼，拢小写林俊玉@email.com 的，也是写来咱即个主办单位才转互我嘛会使的，好，多谢嘿，所以你看咱台语界吼，出册吼，足济拢就是爱家己倾钱啦。啊了不起，直直拢3-5万，3万5万，啊你甲你补助尔。啊你客家原住民，因是钱济甲呢，因拢可会当有计划，发包啊，互人去用足济经费啊，做规套的遐册出来呢，拢咧抢解说权呢。啊咱台语的拢甲伊开家己的，啊这实在确实无一个专门的机构真正对咱是足不利啦，啊来，好，你敢有人要来举手讲一下话者，咱有志拢还袂出声吼，敢有人要迄落交流者？好，来请迄落欧妈妈认定好。长老平安，平安来较平安，规文教小甲金花先生平安对。我无特别咧问问题，毋过就该细写，就多谢迄个俊佑长老甲谢梦爱，就开发遮尔侪家师，因为我家己甲身躯边的朋友开始在学台文，就是2016-17迄个时阵，有影拢是靠谢梦爱的资源，啊一步一步，行到即马，其实电脑的资料还有原谢梦爱，我家己用了上熟手，因为总是对迄个时阵我手机啊嘛有原继续用罗汉卡，对啊就多谢安尼。讲到罗汉卡，我补充者哦，遮小问爱网站上面顶有吼，伊即个罗汉卡就是蔡依红先生，伊也是长老啦吼，新竹中正教的长老，伊就是台积电的迄个研发部的经理啦。吼，伊就是原来对台语，可能因的家族吼，因阿爸蔡天武对台语安尼，伊就开始要写即个。罗汉卡顺序我想来又找我，爱我迄个思考嘛，啊，我安尼甲伊熟悉，啊了后伊的较是加足好用的啦吼，伊若要标字你甲试落，啊要汉字撇去，啊是颠倒头我毋知影啦，伊免带你改字有诶无诶啊，足罗汉卡，啊伊即摆佫创一个感觉讲 AI 的时代，咱着爱试 AI 台语啊。所以伊即马已经有开发出一个翻译的机械，台语对华语、对英语、对日语、对韩国语对译的，即个机械已经创好啊！哦，啊伊家己出字出来，佫出智慧哦，安尼伊甲启蒙爱基金会合作啦，啊来做即个事工哦，大家会当去试用看卖啊咧。啊，恁若以后会甲 Google Translate 共款，哦，伊会去设计。伊只就欠 programmer 啦吼，啊我找几个去读 programmer， 迄个会当来斗骹手。伊遮个计划拢嘛是爱人写 program， 就是讲甲 Google Translate共款有一个 feedback， 就是你感觉讲即句安怎翻较好，你会使建议，吼，阮就一帮人去甲斗骹手，啊来来改到 Google Translate， 我即摆感觉已经我足满意啊啦吼，啊至于。其他的语言共款甲台语会通，你即摆甲 Google Translate 甲翻做华语，啊再来翻做台语哦，啊台语翻做华语，华语再去甲翻做英语，
语言，甲世界各国语言啊，渐渐会通起来啦。啊，即、个计划希望大家来斗下手啦。嘿，啊，即、个阵顶年10月转去台湾，有伫高雄见到伊吼来同齐倒的，伊敢是足优秀一个青年哦，我感觉足钦佩哦，伊拍拼哦，为细汉囝开始，这是正确的啦。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各位前辈。到尾迄个翻译这要对来试，啊？就咱卡即摆开始用 AI 这要去对来试。新望爱的上面顶，新望爱网站上面顶有一个迄个罗汉卡啊，啥物翻译机械，迄个你甲点入去，你就会当去试用啊。迄嘛是手机仔的吼。无手机啊，即马目前是干那即个，以后可能嘛会创手机啊。我袂记得哦。即马目前是伫阮新望爱，你点咧入去就会使啦。我无用手机试看觅，你甲试看手机啊，若是开网站嘛是共款会当用。哦，会使 OK。OK 好，迄个你找迄个工程师，嘛是阮对16年到即嘛有咧做公务员的朋友，对，台湾国公务员的朋友。哦，真好的，对。嘿，好，多谢。来，安尼敢佫有其他的友志要来回应的无？敢有？迄个信望爱的网站，拍去迄个message只吼，啊无迄个甲转入登录伊的 email，嘛有甲拍着即个 message 只，佫会当看，就较清楚啦吼。好，多谢。无现场若无讲话，咱就安尼写批啦吼，会当即条电子册安尼吼。好啊，直接就多谢长老啦。哦，多谢多谢大家安尼来半暝台湾半暝啊，OK。对啊，这真有意义啦吼。咱一直听着咱台语人拢是安尼家己出钱出力安尼吼。拄啊有听这有教授伫讲着，客语遐侪钱，我想即个现象是无公平啦。正讲就是会使讲因足害我摆咱对咱足无公平迄款的啦吼。对啦。这是咱台环境啊。毋只是讲拄则教授有讲着迄个反击啊，佫足知影咱的真相，咱才有力通反击啦。确实咱就是台语人吼，爱正经爱有组织，大组织还袂创起来之前，咱嘛是爱有家己的小组织、小经啦。像讲咱即个文化运动啊，咱会当直接听着遐尼济台语的一个生态吼，咱才知咱的危机嘛吼，希望大家就是做伙来解决讲咱台语是多数人咧，哪会是弱势呢？吼，这是真我也补充一个啦吼，所以就是因为咱即摆也无专门的机构，无人，无经费啦吼，所以呢，阮伫2当前有设立一个法基台语教育基金会吼，专名是蒋法泰孙玉基台语文教育基金会。蒋法泰是阮爸爸，孙玉基是阮妈妈啦吼，就拄啊好。几当前，阮妈妈吼，甲较早阮即个地啦吼，卖掉，本来是要捐互阮兄弟仔，阮5个兄弟仔啦吼，我就甲讲吼，阮兄弟仔都拢有头路的咧，生活3顿也无问题啦，无咱自遮的钱吼，你若分互阮嘛是开了尔，自遮的钱吼，咱摕出来做台语的基金会啦，拄好阮遮兄弟仔也拢有赞成所以阮就设立即个专门就是要做台语的啦。因为你若其他文教基金会嘛太济啊，你即摆台语基金会呢，你伫咱南部会使讲无，唯一一个敢台北李干庆尔，所以呢，我就甲用即个台语的即个基金会咱内底咱嘛办诚济相关的活动，也是讲奖学金诚济啦包括咱最近有办即个单雷的文学节的活动。佫来，咱针对即个张良德教授，伊的收藏的册呢，是超10万本要为迄个日本运转咱台湾等遮诚济啦所以这嘛是需要大家会当来做伙来支持啦大家若有认同，咱遮做的事工呢嘛，真欢迎大家会当来斗出钱出力看是要捐款，还是讲咱若有办活动，会当来斗做志工，咱嘛拢非常的欢迎啦嘛感谢咱两公兄呢，嘛拢有甲咱赞助每年拢甲咱赞助诚济遮个经费
咱嘛希望未来大家咱若有办相关的活动，像咱今仔日日式咱就是有拄好有即个单类的即个合作咱有结合，咱有找一寡现代台文系学生来读即个单类的作品另外嘛，佫有相关的活动啦咱有关即个基金会相关活动呢咱嘛会当若有闲的会当三不五时就来即个基金会的网站看咱拢有一寡活动拢会铺起来伫遮啦还是讲伫我 FB 嘛拢会有我即摆嘛甲即个基金会的即个网站铺伫顶头互大家做参考啦以上就先安尼政府无重视，咱就先来做咱家己先来做上重要啦好，感谢大家。好，多谢蒋教授。我嘛是咧请问蒋教授，咱有讲到即个基金会的捐款嘛会使伫迄个网络直接安尼捐。有咱即摆嘛有申请即个网络用信用卡还是讲你若伫台湾，佫会当用即个你伫遐填好了，会当去迄个专家即个利便商店去遐来纳钱咱信用卡嘛是国内外拢会用得。无论你倒一个，你若用信用卡，会当用网络顶头来捐款安尼咱一个概念就是讲，这是捐互发起是即个基金会嘛是毋是有迄个法人的即个关系？所以较远的路来讲，就是讲即个会是用这基金会伫咧做台语的事工，就是这个钱伫运用是无用着恁本来。要成立的遐1000万嘛咱这是社团法人不是财团法人啦咱这申请的财团法人，伊法人伊这是比一般的社团较严格这咱一般若社团是敢甲内政部还是讲甲社会局登记尔，这个法人爱搁去法院登记这法人会较严，就是讲因为你这到时若解散的时阵，这钱嘛拢充公啦，拢变政府的啦。伊会较充，所以你就会当有较侪无款的权限啦。所以咱是财团法人，咱是咱设定咱是1000万，迄个基金迄钱袂当动的。除了迄之外，咱逐档嘛是爱搁贴钱落，就是爱赞助钱落。你无钱，你要哪有办活动？所以咱逐档嘛是爱有经费才当办活动还是讲要发奖金等等。迄就是透过募款，有诶是阮家族，另外嘛是搁另外搁捐出来安尼，嘛是爱靠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安尼。重点就是讲，这个钱若算解散，长期尾这个钱拢是国家拢是政府诶，拢国家诶，阮所以嘛袂使搁退转来，所以嘛袂使退转来。所以我嘛正叫互这感动着讲这基金1000万诶基金诶意思就是讲，你囥伫遐。生利息囝，你会使摕去办活动啦。譬如讲你寄定存，一档差偌济钱，迄当做你的办活动。你基金会，比如讲办活动，还是讲你要发这个奖学金，遐会来话。毋过迄拢无够啦，因为即摆利息足低嘛。你1000万一档可能10通万尔啦，10通万无够咱干那发薪水都无够所以是爱搁有募款，无就是爱家己爱读落安尼。所以嘛，就是成立无几档嘛，做足侪代志而且嘛是要甲大家呼吁其实这是组织的力量啦，有这个组织咱一个信任的精神其实咱就是爱来参与啦所以即嘛有关咱迄落蒋教授这发起者所发出来这个信息嘛希望大家支持啦进前包括陈立生的遐个律师会，也是讲伊所办的今仔日这个活动新册发表，毋是干那即场安尼尔阁有其他足侪伫现场生态现场的拢是足侪基金会的迄个气力安尼啦就大家做伙做家己的事工啦老师安尼咧阁补充者，也是龙光兄看有阁补充啥物？部分就先到遮。龙光听到你敢要讲一个啥物话？你莫开者。咱大家甲即个金花，今日真好的主持拍一个火来啦，感谢这两丢了，来遮做真好的分享其实是你做的工足济啦所以无法度来讲你2点钟台面讲了感谢这个
教授，而且针对咱即个台语文运动即个现况吼，不时咧 update。我见到安尼每个月以来，我就感觉讲哦，安尼即个台语文有咧新的即个物件，有咧叮当啦吼。检查是讲有时听着，互咱感觉讲安尼真艰苦心，有时嘛是有一寡有欲望啦吼。我来报告一下，就是讲咱后礼拜开始吼，咱的即个时间会改做即个美西吼，美西是拜五暗时啦吼，拜五暗时7点，吼，就是伫台湾时间吼，迄个早起11点啦吼，11点到1点安尼啦，美东就是暗时10点到暗时12点啦吼。咱后礼拜的节目吼，真趣味，我来讲下看。伊是要用即个，要讲即个半导体啦，吼，做伙来讲半导体，这是江南书院吼，因所出的节目。所以咱即摆咱即个论坛其实是咱的内容不止多元啦，吼，咱嘛是讲上先进的即个科技吼。嘛有讲咱上在地即个文化、语言、艺术等等，所以请大家安尼报大家来参加。咱若时间无拄好诶吼，咱会当去伫 YouTube 来看，无咱安尼今仔日咱诶会咱就到遮吼，我甲影迄个记起来，若有要继续留几分钟开讲诶吼，我会搁继续伫遮安尼吼。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咱尽量用迄个长老的精神啊，传教士的精神吼，来传台语教安尼，咱嘛是一个教吼。其实我有哪感谢主啦，因为毋是主来的人，毋过看到教会做遮尔特殊工伫长老，可能阮长老主要长老的身上所看到的，这拢很现的吼，都接近阮的，所以感受足深的啦。咱之前嘛有讲到电视剧牧师吼，这拢是叫册阮的啦，其实是大家拢伫学习啦吼，真欢喜今仔日才甲大家做伙安尼。好，多谢，其实是吼，迄个维文啦吼，你虽然毋是基督教徒啦吼，迄个主要吼，拄则咧所讲的吼，其实是我拄仔时间因为有限，我无讲到遐深入去。就是讲到尾迄个耶稣吼，拢咧指责即个迄当时的即个犹太教的头人，吼，讲伊是青梅的，吼，拢对咧呛是青梅。咱若掠转来讲即个咱今仔日所讲的，就是讲咱即摆台湾人的迄个头人，伊嘛是青梅啊，伊袂看到咱即个台语，咱即个台语文化上要灭亡的即个事实啦，伊嘛是青梅啦。对啦，心青梅啊，毋是心。看袂着啦，看袂着啦。无，伊就是假话看着啊。所以讲伫即个若爱有到尾，若爱有一个真诚的即个介入啦。所以咱毋免完全即个失去愿望啦。到一个程度，咱有即个信仰，有来相信讲有一个咱超出咱人，当然是咱人爱做啊。就是咱人做无到的所在，本来还阁有相信一个神圣神的这个概念会来甲咱帮助。感谢大家啦你也是真晚我今打去醒起来就尔啦，我今仔日5点起来。12点5。我起来，我即摆都一直醒起来。好，搁再恭喜长老吼，多谢，多谢，好，OK，多谢，辛苦，OK，一本咯吼，好，大家再会。明年希望会当搁去高雄，我顶年去互你招待，去你遐，多谢。对啊，我嘛是讲，你摕来好咧，顶日贷款着你台啦，即马精神真好。我明年1月吼，我1月差不多到15会台湾啦，所以若有机会大家来报道。先迄个放送者，咱迄个龙岗长老是12月27会来成台演讲吼，1点到3点这个时间，长老你有记起来吼？有空吼。嘿，我是。我差不多3点吼。对吼。开放啦。
厝也是来听。好，多谢。好，哎，多谢大家。拜拜。好，再会。哎，再会。